月末见新月，15缺月缺。秦历沿用至今已100年有余，以冬10月为岁首，有违4季更替之序，既不合农时，也不利于农事。现误差日趋显著，钟大夫有何高见？秦历计算出来的天象和实际天象也有诸多不符。既然历纪已坏废，已改正朔。可是改历毕竟是件大事啊，太史令可有把握？早在孝文帝时期，鲁人公孙臣便已提议更元改正朔，易服色。如今陛下大力发展农桑，更应顺应天时，改历，乃势在必行。身为太史令，除了修史之外，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，就是监管国家的天文历法。在司马迁等人的提议下，汉武帝决定改历，并集结骆夏宏、邓平等天文学家，共同制定出了新的历法——太初历。改春正月为岁首，将24节气纳入历法。没有中气之月，则为闰月。太初历与农时季节更为适应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沿用至今的农历。国家的历法已然更新，在司马迁看来，仿佛开启了一个新纪元。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，完成一部伟大的著作。这一年的司马迁心中有火，眼里有光。